2019台北艺术节登场，其中一出戏《家庭浪漫》特别邀请了剧组导演姐弟洪千宏还有洪维尧携手创作。这作品从原生家庭出发，最特别的是会邀请观众上台一起演出，创造互动沉浸式的剧场。而台北艺术节系列演出也将会一路进行到9月8号，喜欢艺术的朋友们记得千万别错过。3、2、1。演员在舞台上突然来了一个即兴的表演，让所有人措手不及。这一出《家庭浪漫》是2位导演洪千涵、洪维尧的首度合作，同样是北艺大戏剧系毕业的亲姐弟，这一次受到台北艺术节策展人的邀请，终于合体，一同打造出一场和观众共同完成的作品。我们会想要保留一个30%的弹性空间，因为每一场的观众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文本，把剩下30%的部分书写完成，打破所谓的第4面墙，让来到现场看戏的观众可以成为表演的一部分。整个故事的概念是以弗洛伊德提出的家庭浪漫理论作为基底，让大家回顾自身与家庭的关系。每一个家庭可能都有它的不美满，或是有它的小问题存在，但仍然可以保留这一种浪漫的幻想。迈入第21届的台北艺术节，今年结合了音乐、戏剧、舞蹈和音像艺术，并以认同为轴心，探索资源共享、社群实践跟开放社会等议题，邀请来自海内外多组艺术家，将艺术与社会连结，邀请民众共同参与创作。喜欢艺术的朋友千万别错过。记者庄宇杰、梁宏志报道。